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熱點專題，一齊深入探討澳洲同國際焦點議題，帶你睇清新聞背後。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噶啦。近年澳洲價值呢4個字越嚟越頻繁出現喺澳洲政治辯論入面，由移民政策、社會融合到國家身份認同，政治人物不斷強調新移民必須接受同遵守澳洲價值。但問題係，究竟咩先係澳洲價值？係自由、公平、法治、多元文化，定係識講流利英文、尊重本地文化同埋融入主流社會？更加重要嘅係，澳洲人自己真係對澳洲價值有共識？今集我哋會先睇下澳洲政府、政治人物同澳洲人自己究竟點樣理解同定義澳洲價值。之後我哋回顧一下澳洲嘅歷史，睇下今日所謂嘅澳洲價值係點樣一步一步形成，亦會一齊探討究竟咩先係澳洲價值。我哋又應該點樣理解呢個概念呢？究竟澳洲價值有冇一個標準答案？一齊睇落去。其實澳洲政府對澳洲價值係有一套官方定義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申請澳洲簽證嘅時候都要簽署 Australian Value Statement， 中文即係澳洲價值聲明，當中包括尊重個人自由同尊嚴、宗教自由、言論自由、結社自由、法治原則同埋議會民主制度。政府亦強調，無論性別、種族、宗教、年齡、殘疾、性取向或者族裔背景，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嘅機會。另外，澳洲社會經常講嘅 fair go 亦係其中一個重要概念，簡單講就係公平機會。但係 fair go 唔只係話每個人都有機會競爭，佢亦包括互相尊重、包容他人、關心有需要嘅人，以及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改善自己嘅生活。而申請澳洲公民身份嘅人都要通過入籍考試，當中亦包括關於澳洲價值嘅必答題。喺政府官方教材《澳洲公民：我們的共同紐帶》入邊，都有清楚列明同價值聲明一致嘅核心理念同具體説明。就咁聽落，澳洲價值似乎已經有一套清晰嘅官方定義，但問題係政府有官方定義，係咪就代表所有澳洲人都真正理解同認同同一套價值呢？答案可能未必。一國黨黨魁韓森就主張澳洲應該回歸單一文化，佢認為新移民應該講英文、遵守法律同埋融入主流文化。但亦有政治人物強調，澳洲價值應該係尊重差異、維護公平，所以同樣係講澳洲價值，唔同人可能講緊完全唔同嘅嘢。其實唔止係澳洲政客，可能連澳洲人自己都未必對澳洲價值有共識。例如 fair go 經常被視為最具代表性嘅澳洲價值之一，但係唔同人對佢嘅理解可能完全唔同。根據澳洲學者團隊喺2024至2025年進行嘅 Australian Survey of Social Attitudes 調查，有人認為 fair go 代表機會平等同反歧視，有人更加強調只要你努力就應該得到相應回報，亦有人認為公平應該包括社會福利同資源分配。而今年1月 Demos AU 嘅民意調查亦顯示，澳洲社會對澳洲價值其實冇一個統一嘅答案。受訪者提到最多嘅包括尊重同善良、平等同公平，亦有人提到社區精神、友誼、mateship 同和平共處。但亦有人認為澳洲價值逐漸消失緊，甚至有人表示自己根本唔知道答案。所以澳洲價值可能從來都唔係一個所有人都完全同意嘅概念。如果要理解今日嘅澳洲價值，其實要睇返澳洲嘅歷史。因為澳洲從來都唔係一個由單一文化自然發展出嚟嘅國家。1788年，英國開始將囚犯流放到澳洲，喺呢個遙遠嘅殖民地，早期社會慢慢建立起自己嘅生活秩序，勞動同自由逐漸成為社會文化嘅一部分。到咗19世紀同今日，嚟自世界各地嘅人，包括歐洲人、美國人同華人礦工嚟到澳洲尋找機會。呢段歷史一方面充滿競爭，另一方面亦需要社區合作、公平競爭、機會同社會流動嘅概念逐漸成為澳洲社會文化嘅一部分。而二戰之後，澳洲移民政策逐步開放，大量嚟自歐洲、亞洲同中東地區嘅移民嚟到澳洲，澳洲社會變得越嚟越多元。換句話講，今日嘅澳洲價值唔係由一種文化單獨創造出嚟，而係由唔同時期、唔同背景嘅人一齊塑造出嚟。但當我哋講到澳洲歷史，亦唔可以忽略第一民族。澳洲近年開始越嚟越承認原住民同托雷斯海峽島民擁有超過6萬年嘅歷史，佢哋係呢片土地最早嘅守護者同文化傳承者。呢種承認唔只係象徵性嘅文化表達，亦反映民主價值嘅成熟。真正嘅民主唔只係保障多數人嘅權利，亦包括承認過去被邊緣化群體嘅聲音，並透過制度回應歷史不公。政府要求新移民簽署澳洲價值聲明，亦透過教材同埋入籍考試要求佢哋學習相關價值。近期自由黨黨魁泰勒更提出將澳洲價值聲明加入移民法，
佢甚至主張如果有人違規，可以取消簽證同驅逐出境。但問題係，如果連澳洲本地人對澳洲價值都冇一致嘅理解，咁對於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移民嚟講，單靠一份聲明、一本教材同埋一場考試，係咪真係可以令佢哋真正認同同內化呢啲價值呢？一個人答啱考試嘅問題，唔代表佢真正理解自由、民主或者公平喺現實中點樣運作，因為價值唔似法律條文可以背熟就完成，價值往往都喺日常生活中形成。當你同唔同人交流、參與社區活動或者親身經歷個制度點樣運作，你先會慢慢理解一個社會點解咁重視某啲價值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可能唔係移民知唔知道呢啲澳洲價值，而係佢哋有冇機會真正去經歷澳洲價值呢？呢個亦正正係同路人編輯部近日提出嘅跨文化民主理念。跨文化民主唔只係要求唔同文化群體和平共處，而係創造機會令唔同背景嘅人一齊交流、合作同埋參與公共事務。政府唔應該只係話澳洲價值就係咁樣㗎啦，你哋要接受，而係應該透過實際參與，令大家理解點解呢啲價值值得共同維護。例如可以鼓勵新移民同本地居民一齊參與鄉村消防隊、社區廚房、青年導師計劃或者地方治理。當唔同背景嘅人一齊解決社會問題嘅時候，佢哋唔只係學習公平、責任同埋互助，而係真正實踐緊呢啲價值。而且呢個過程唔應該只係要求移民改變。本地澳洲人亦可以透過交流，了解移民帶嚟嘅文化經驗、全球視野同埋其他社會資源。真正嘅融入唔應該係一方改變另一方，而係雙方一齊成長。但最後，我哋亦需要警惕一件事：澳洲價值逐漸被部分政治人物利用，成為爭取選票嘅工具。有啲政客為咗迎合選民嘅不安，將複雜嘅社會問題簡化。佢哋將移民、多元文化同國家身份包裝成對立議題。將澳洲價值重新定義成一種單一文化標準，好似只有講某種語言、擁有某種文化背景嘅人先真正屬於澳洲。但呢種講法忽略咗澳洲本身就係一個由唔同群體建立嘅國家，亦忽略咗唔同社群多年嚟對澳洲社會嘅貢獻。當移民被簡單歸咎於住房壓力同生活成本上升嘅時候，政策失誤同治理問題反而被忽略。澳洲價值從來都唔屬於任何單一族群，更加唔應該成為政治人物為咗選舉利益而操弄嘅工具。真正維護澳洲價值，唔係透過恐懼將社會分成我哋同佢哋，而係喺民主制度下持續建立理解、尊重同共同參與。多謝大家收睇熱點專題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訂閱同聲同路人。我哋下次再見。